喺呢張相中有冇發現咩唔同？喺一次中學嘅活動中，我有機會同 SEN 學生展開為期1日嘅相處。我哋需要2人一組，去同佢哋一齊食飯、散步、完成遊戲同埋交流。我好記得我身邊呢位 SEN 學生係智力障礙，佢嘅智力只停留喺7歲。同佢相處嘅時間，佢好多次稱呼我係姐姐。如果喺當時嘅實際年齡，仲要小佢5歲。喺我哋即將離別時，佢主動靠近我，問我可唔可以同我一齊影相。仲要係影完相之後，問我聽日仲可以見到我嗎？我只可以答佢，我哋有機會一定會再見。喺香港，每10個學生中就有一位被識別為特殊教育需要。過去10年，呢個數字幾乎升咗1倍。喺中學嘅義工活動中，2個老師就要照顧20幾個 SEN 學生，然而教師流失率居高不下。2021至2022學年，特殊教育嘅流失率高達9.4%，一年內有190個教師離職。如果特殊教育持續被忽視，SEN 嘅學生會受限，這不單止係教育嘅挑戰，而係香港長遠發展嘅課題。